移民嚟法國最驚嘅唔係唔識講法文，而係去靠人。Hi，我係 Karen，咁今日咧就係第3集嘅法式試住。我發現咗法國人真係唔識講英文，我最多咧只可以同你講 Bonjour 啊、Merci 啊，冇啦，真係最多係咁樣。但係咧我就講唔到嘅故事，亦都唔可以聽到其他人嘅故事。而我都好深信，要真係認識一個人嘅話，我哋係要交換大家嘅故事，而去深入了解。嚟到呢度1個禮拜之後，我發現咗我得2條路揀。第一，我可以靠我男朋友 translate 晒所有嘢；第二，就係去學法文，將自己變翻自己嘅 creator， 唔靠任何人。我咧就唔想做一個要靠人嘅人，所以咧我每朝早用一個 app 叫做 Speak 去學法文嘅時候咧，老實講，我真係好唔想學，我啲脷捲到都唔知捲緊啲乜嘢出嚟。當我每一次好想放棄嘅時候，我會想象我未來想成為點樣嘅人，就係我可以真心同人交心，聽佢哋嘅故事。我都好相信我可以喺度建立屬於我自己 care 嘅生活，反而係我靠自己去認識唔同嘅人，去聽人哋嘅故事。呢一個畫面就係正我每一日都用1個鐘去推自己去學法文嘅動力。每一日咧做嘅時候係真係好辛苦，但係做完咧又好爽喎，因為我有成功感，因為我知道我係建立緊一個更加好嘅自己。你有冇試過做一啲好難嘅嘢，例如減肥、儲錢，或者同你另一半有一啲好認真嘅 topic 要去講嘅時候，覺得好難而去選擇放棄？有冇試過用多10分鐘去試下推自己，逼一逼自己，睇個結果會變成點呢？呢個只係我頭8日喺法國試住嘅生活嘅情景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就繼續 follow 我嘅 Instagram，咁我就繼續 upload 我嘅法式試住究竟變成點樣啦。